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，讲到美国麦当劳逼出大肠杆菌感染的食安事件，总共有10个州传出病例，目前有49个人感染，其中10个人送病院治疗，1个人死亡。将有可能是这牛肉、汉堡夹内面的葱头或者是假肉出问题。那咱台湾的麦当劳也发出声明，讲台湾的原料和美国是无同款的产地，请消费者唔免烦恼。这样4盎司的牛肉堡，那像是造成美国麦当劳伫10州发生的食安事件的凶手。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 CDC 伫2日公布美国麦当劳4盎司牛肉堡引起大肠杆菌感染的事件调查报告。目前知影这件事件通报时间按9月27开始到10月11日。感染大院的10个人内底有1个人死亡，1个囡仔出现上着腰子的阳痿性尿毒症候群。这个食安事件发生到当影响10个州，包括 CDC、美国农业部甲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拢介入调查。FDA 的官方网站有公开造成这件食安事件的牛肉堡的相片，传出便利的麦当劳店家，最主要是集中伫画面顶头空色的科罗拉多甲深绿的内布拉斯加等3个州。另外，卫生单位的人采样分析验出大肠杆菌 O157H7型。感染的菜料哪像是切片的葱头，还是牛肉鸭饼？目前传出便利的麦当劳店家已经暂时停卖这款的汉堡，嘛无得用这2款的菜料。那其他的州是无受到影响。这摆事件有验出大肠杆菌的菌株，会致使腹肚绞痛、吐老、发烧，若是严重的出现处肺性的落瀉，还有腰子坎坷等症头。受到通膨的影响。麦当劳伫第2季全球的销量4年来头一摆落册，这摆事件恐惊予伊的营运更加凄惨。CDC 调查报告出来了，麦当劳的股票即时落册9%，公司新闻张秀芬编译。